我們打開縱覽頁面，頁面頂部是幾個快捷入口，點擊即可去掉對應的頁面。中間部分是銷售和購，根據時間和金額計算出的統計圖，可以篩選門店，選擇全部門店或單個門店查看數據。頁面左下角是關於銷售商品排行前10的統計圖，根據銷售數量計算，只展示排行前10的。統計方式可以選擇按年月日或自定義查詢，用於更好的分析商品數據。頁面右下角是關於購商品排行前10的統計圖，統計方式具體理解為按年，去年今天到今天；按月，上個月今天到今天；按週，上今天到今天；自定義，輸入日期自由查詢。點擊 App 下載按鈕，可以打開下載 App 的二維碼彈框。使用安卓手機瀏覽器，數碼下載安裝包即可使用 App。帳號密碼與網頁版一致。下面是修改帳號的名稱及頭像信息。修改後點擊確認即可。修改密碼需要使用登錄的手機號或郵箱獲取驗證碼正確後，再填寫新密碼確認後才可修改成功。頁面左上角有個菜單搜索功能，可以支持模糊查找頁面，例如我們查找銷售單，輸入銷售2個字，在查詢結果內點擊即可進入頁面。